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有人爱使跑车，看起来是足请赢。万不离，若是去下着，可能嘛无感觉有啥，因为已经有保险宣传伫遐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跑车的跑，跑第二条，跑就是走的意思，卖当讲是行路行足紧的行。有一款车型较轻便，车身较低，速度较紧，咱讲跑车。另外，还有赛马比赛，看倒一只马走较紧，互人来落肚，咱讲是跑马，袂讲走马，因为走马本身就骑马的意思。俗语咧讲，行船走马三分命，互人走标比赛或者是运动的路，或做跑道。另外，跑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甲人的钱款去做伊走，咱讲跑钱，偷摕人的钱偷走，或者是偷开人的钱。古早有一个词，讲是跑王爷马。另外，这里还有一个音读做跑，这是和花语共音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绕跑，意思就是偷走、选去、走路去啊。第二个词读做跑钱，意思就是摕钱偷走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新闻报道嫌犯牵涉到诈欺罪，要互警察抓到进前，就先绕跑离开台湾。初步估计，伊跑钱的金额恐惊有几落亿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跑，另外一个音读做跑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